敢是安尼。哦，啊，你若要家己收气，当然你嘛是安尼过啦，但是收气较艰苦啦。啊，你有法度能达到如如无因为有你一项一项。哦，啊，因为时间交过啊吼，啊，因若拄啊讲到这个所在吼，因为后壁遮有迄个武术哦，武业，搁甲报书啦，哦，应该是有这。结果讲无了，哦，了解，咱即马就是依着迄个。那这样算到了144样，所以一分将之间到遮就好啦。搁后壁遮先必先握住法门，将上以来先立弘扬为宗，这就是以后咱负责人伊若倒伫台湾就直接讲，对哦，伊二段，伊当时敢若12月30几才要出国嘛。敢若是迄个回国班，伊搁出国，17的啦。我还听得到听讲，敢若是31号快，若31号伊敢有讲着？27号。伊27号，安尼，来出机会啦。无要紧，若真正有，咱就比较好讲，莫去耽误啊。那或许就跟大家研究到这里以上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咱各位先贤大德会当多多的体谅言不大的所在嘛，希望咱多多包涵啦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圣凡咱的道务的方便以上。共平起立。感谢广典传师慈悲前到玉鞠躬，坤到玉鞠躬，必当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玉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广典传师慈悲鞠躬。